主，你红婿狄元新就是我太师。你是潘太岁的查某囝潘庆珠。北洋，在，站起来，怎么样？要。 梅准相，山上109位啊！你要怎样？将邱某兰给我讲出来。邱某兰已经死了。你这是将伊杀死？杀死啊！好，你将邱某兰杀死，我就无要饶你。 大日子，你是走倒去，不见踪影，两人哪去？我无天领上，拼生死为你如我老家的条件。我看你灵兄无悔意，果是恶性难改呀。让阮兄长杀人，是不得已，背后有人逼伊。伊劫走公主啊，是何用意？诱杀无人，什么的动机？伊的所作所为，该方面是何动机？我不知情。伊奉好人啊，我的命令是生派的女人来表家乡。狄元新的家后，潘庆珠对，伊讲的话，连阮阿爹都毋敢反抗。为什么？梅准生武功高强，竟然会受到一个女人来甲伊指使，除非伊有什么弱点伫伊手中。对，你讲去真对，就是为着安尼，阮阿爹甲大哥才会过着这款痛苦的日子。什么弱点？你知影？起初我是毋知影，我一直埋怨阮大哥的位。如今我已经知影一切，阮大哥甲阿爹实在真可怜。是毋是你会用个甲我讲？安怎？连我你也毋敢讲？
恁囝有杀死邱某兰啊无？有咧，这几年来，阮爸囝为你做的代志也真多，俊生也为你害真多人。敢讲你还未相信我的话？相信，我相信恁爸囝是伫迄个无可奈何的情形下，才替我伫咧办代志。也毋过，做近几件大事，拢无甲我办成功，这又是安怎讲？俊生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力量，请互恁遐谅解。邱某兰，伊是关键的人物，伊若无死，我永远都袂放心。所以我必须要记住伊的尸体。若无邱某兰的尸体来记我，就是证明讲恁爸囝已经违背我，唔通袂记的。恁爸囝当年伫要上刑场的迄一暗，是我的翁婿对大佬甲恁救出来。哼！你现在改名换姓，又是飞龙堂的堂主。哼！我甲你讲，我若有办法救你，当然是有办法。搁再将恁爸仔囝送上迄个斩首台。爹，大哥，你实在太可怜。原来你的父养就是死冤，无怪毋敢无听到朱元新的家后的话啊！爹亲顾请投案，是为着要找找阮二哥。等伊若找着了后，阮阿爹都无想要活。罗元，你的父养可知影，这是朱元新的家后的人呢？照你安尼讲，你是讲幕后还阁有人伫咧操纵潘庆珠？无毋对，你会记当初，这事就是朱元新甲董公武一路上要杀死邱某兰这个人吗？照你安尼讲，这个其中嘛敢若亲像真复杂。无，真简单，背后的奸臣只有是一个，但鸟儿遍布天下。因无互邱某兰死是袂定。也阁有，伊逼阮大哥到处杀人，这个目的是何在啊？因的目的要搁伫咧计划一件真大的代志。是甚物代志？讲甲邱某兰公主有关系？当然有关啊！一帮公主邱某兰啊，奉命进贡到中安，伊是来相亲去书办啊。家无难是有何干？伊来相亲甲进贡，完全是为着恁那个养父表孝红。伊为国尽忠的感动啊！心啊无。我会记得你捌甲我讲过，朱元新甲董公武是被人利用，伊毋是真正的大奸臣。那安尼，幕后主使迄个人，毋就是叛国的大奸咯？对，这个甲伊契丹的叛臣串通，所以咧，邱某兰才到中原来啊。邱某兰甲我的养父，毋就知影迄个叛国的大奸是甚物人？你的猜测真有可能啊，所以因才伤害着总兵。
性命啊，因为了无人才真着着。可惜哦，无人已经死，一切代志都已经定。如今是咱差情记，阮看来无法将干治。你若肯帮忙啊，也袂治。阮如何帮忙来请个治？我猜的无难啊，也袂死，尊相并无啥事哦。是真是嘞？千真万确。呀，你哪会知影？你是听什么人讲的？我毋是听来的，你该想，梅俊生伊若真是杀死邱无兰的，为什么到这个时阵还无尸体，交互伊潘庆珠？潘庆珠是非见尸体不可，伊现在还无法度交尸体出来，由此可见邱无兰还活着。对，你讲的对。如愿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才有法度救着你父兄免死。只要行这条路，你命梅俊生将邱无兰甲伊带去交小王爷。小王爷呢，伊一来会当将邱无兰带回京赎罪；二来呢，邱无兰会当甲传授伊盘查的阴谋。三来，我相信伊小王爷一定会想出办法来解救着你父兄的死罪。对。什么？邱无兰无死？是啊，这个代志是千真万确啊！真是谢天谢地，阮囝又搁减害死一个人咯。阿嬷，我求你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因为你得叫恁囝梅俊生将邱无兰带来互我带倒来见小王爷，这是大功劳一件咧。到时阵我绝对会感激你，感激你。你这个囡仔，伫咧讲话，敢若伫咧唱歌咧。我这个老大人，免哪有遐大的能力？嘿，无咯，俊生是你的后生咧，你讲的话伊一定爱听啊。这你着毋知影。俊生伊袂听我的话，尤其是关系人命的代志。阿嬷，我高不中的即马实在已经走投无路啊！而且我这食你拢是靠小王爷伫咧支持哦。这个小王爷交代我去办的代志，我若是办无好势哦，这声我腹肚一定会搁下起来啦！拜托，我嘛是不得已才来求你，阿嬷，你着互我高正咧，你救我者救我高不中的啦！哎哟，你这个囡仔哪会遮高高甜啦？我都无能为力，搁再讲，邱无兰有死无死，我也毋知影。我敢会用咧干那凭你一句话，着去相信伊心？哈，那这你放心相信我无啦。邱无兰哦，无死这个代志哦，是确确实实的，我高不中的亲目睭看到的啊。你有看到邱无兰？毋是，我看到是互伊杀死迄个人，迄个查某囡仔叫做朱碧环，嘛是我无缘的牵手。这件代志哦，敢若我一个人知尔咧。即摆小王爷嘛知影，毋则叫我来找邱无兰。你讲的这拢是真实的？当然的嘛，无安尼啦，你若无法度吼，甲恁囝问讲邱无兰伫倒位哦，无你逐项问看伊藏咧什么所在，你甲我讲，我等下甲小王爷讲，你嘛会交代啊。高不中的，你知影的代志，我也袂少吼。对，你毋知我这长咧行运，你长咧路济啊哈，所以讲你毋知影的代志，我偏偏会知影。嘿，梅俊生，无安尼啦，咱大家用参详的啦，对咱大家哦，拢总嘛有一个好处啦，对无？你啦，将这个邱无兰甲伊带出来，互我带倒来见小王爷。到时阵我若大功劳得着哦，我若做官，像你较早，杀人累累的罪名，我会用甲你判较轻淡薄啊，是说写你免死，
你想啥款？不将，你伫咧找死！哎呦，阿妹，尊生，你袂用个搁再杀人咯？阿娘，伊早的代志伤过济咯。你若安尼，秋无兰毋就真是无死？花庆珠见袂着尸体，一直唔肯罢休。现在搁互伊知影，为着咱要活，绝对袂安尼了伊。哎呦，救命！哎呦，救命！大哥，起来！哎呦，酸了！大哥，怪你将邱某人交出来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听我讲，莫搁讲啊！尊生，阿娘，若互伊破庆珠知影害你违背，阿爹甲我随时就会无命。喂，为今之计，你只有将邱某人交出来，才会当保全你甲阿爹的性命。如果只有将邱某人带去见少爷，安尼才会当将功赎罪啊！大哥，我替你哀求，叫少爷想办法，通我赦你甲阿爹的死罪，好唔？如果讲你无毋对，尊生，你袂用个搁再错落去啊！这是一个机会，要脱离潘庆珠的威胁，挽回你的未来。尊生，你着三思。敢讲，你会当瞒骗潘庆珠一世人？敢讲你无想要重新做人？敢讲你愿意要过一世人这尔啊痛苦的日子？阿娘，大哥。南方无知义，只要能赦免你一死，一切将头上美丽。大哥千万无求伊，这是一个好良机，只要能找到恁小弟，一家就能团团圆。我答应带秋无来见小王爷。魏俊生要带秋无兰为本王赎罪，是，救小王爷，赦免阮阿爹甲阮大哥的罪名。当然当然，莫讲是恁大哥已经替我解决这个困难，就算讲白姑娘你会见面啦，我嘛会为令尊令兄向皇上求情开恩，义不容辞啊！小女子先多谢小王爷，唔免多咧，唔免多咧。谢小王爷。啊，两位护卫，在。命你甲白姑娘去见魏俊生。是。小王爷，小王爷，小王爷，你交代小的代志已经甲你办得清清楚楚。是什么代志？找到邱无兰啊！伫什么所在？
伫梅俊生的手中，小已经费尽三寸不烂之舌，才来甲伊说服梅俊生，而且还回过来咧，要将即个邱无兰带来即个客栈见小王爷。干安尼？是啊，这一切拢是小的高部长的功劳咧。嘿，小王爷，但你即马吼，袂用看高部长的无去哦。顾不将的，哈，小王爷，请坐。拄则白姑娘才将一切甲我讲了。你想要冒这个讲吗？啊？你我有来过啊？我？啊我即摆有慢一步啊啦。迄边小王爷，梅俊生、邱五兰已经来啊。